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建築軒全新推出嘅項目泰式無痛找龍筋。由於現代都市人節奏快，工作壓力大，男性普遍食煙飲酒，生活唔規律，缺乏運動等問題，導致功能性勃起障礙、早發性射精等生殖系統問題，往往對自己造成困擾。我哋用秘傳泰式無痛找龍筋手法，對腎缺穴、天樞穴、氣海穴、會陰穴、盆底肌、坐骨位面體肌、肛門括約肌、筋腱、經絡、腎行疏通，令淤塞結節得以疏通，令氣血暢順。整個找龍筋嘅過程係唔會痛嘅，唔單止係一種放鬆享受，更是一種對自己健康保健嘅關愛，讓自己喺忙碌嘅工作生活中找到舒適放鬆嘅充電站、加油站，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。如果你對找龍筋保健充滿好奇，不妨嚟建築軒親身體驗一下呢個奇妙獨特嘅療程，相信一定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嘅驚喜和收穫。做完成個療程呢，我哋會送上呢個通前列腺排毒養生茶。有需要嘅朋友請